了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那我们可以在一大早，我们就用他的话语开启我们新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大早，我们就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启我们新的一天。就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的智慧跟启示，也可以藉由帖撒罗尼迦里面的祝福还有力量，让我们成为今天宝贵的灵粮。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1到28节。那我先来念。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事发生的日期，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女人一样，他们一定逃脱不了的。第4节，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们都是光明的人，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不属于黑夜，不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我们要警醒戒备。睡觉的人在夜里睡觉，酒徒在夜里酗酒。第8节，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该戒备。我们要以信和爱做护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第10节，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的或是活着的，都要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跟他一同活着。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关于这里的第1节到11节，就有一个我们常听到的经文，就是第2节的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突然来到一样。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牧师常常会提醒我们的经文，就是要叫我们其实每天要读经祷告，每天要思想神的话语，不要懒惰，不然其实你哪一天不小心死掉了，或是哪一天主再来了，你都没有准备好，都不知道。所以就用这样的比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偷会来，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主耶稣会来。然后第3节，当大家正说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就会临到。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就是当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可能你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然后岁月静好，但是其实呢，然后你就忘记了要在巅峰的时候你也要记得祷告，或是你也要记得求告主。那当你忽略的时候，那就是会有破口出现，那魔鬼恶者就会借着这个时候
就是借着这个破口去攻击你，然后那个通常就是你忽视的最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岁月静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需要祷告，我们更需要交托给神，我们更需要去警醒。第5节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属于白昼的，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都有在每天的共读，我们都有在读圣经，我们都有在做礼拜，所以我们不是属于黑暗的，我们不属于黑夜的，所以我们都是比较警醒的人。我们不像懒惰的人就是睡着了，跟酒徒在夜里酗酒，把我们属灵的铠甲给脱下来。所以我们只要常常的去到教会，我们只要常常的就是跟接触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的内心我们都会比较强壮，我们的不管是在抗压性，或是在我们在属灵的肌肉上面，跟我们的观念上面都会比较强壮，不容易被这个社会给带走，不容易被现在似是而非的观念给带走。那再来就是第9节，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惩罚，而是要我们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拯救。我觉得这里也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刚好不小心受到试探，或是正在人生低谷当中的姐妹，上帝拣选我们不是要来受惩罚的，不是要让我们背负这个世界上的压力，他是要让我们跟着基督同拯救的。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沙滩上，我们跟主耶稣同行，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沙滩上跟主耶稣同行了很久，然后走了很远之后回头一看，发现沙滩上只有2行脚印。那因为这一路上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主耶稣背着你往前走的，所以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害怕，主耶稣都会背着你走过这样的低谷。而我们也要在教会也要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帮助，互相成为彼此的避难所，成为彼此的鼓励者，也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走过低谷。再来是12节，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那些主所选召来劝诫你们的，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弟兄姐妹们，我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耐心待每一个人，要谨慎，只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不要压制圣灵的工作，不要轻视信息的传讲，要详细查验每一件事，持守那美善的，弃绝一切邪恶。愿那赐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选召你们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他一定成全这事。弟兄姐妹们，请为我们祷告，要以圣洁的亲吻向弟兄姐妹们问安。奉主的名吩咐你们，要向所有的信徒宣读这一封信。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在这边说到，我们要尊重那些辛劳工作被选召来劝勉我们的人，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应该就是我们的牧者、长老、执事跟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就要用爱心去对待他们，然后就是协助他们，然后用最大的敬意跟爱心来爱他们。那我觉得14节这边的他劝勉我们要警告懒惰人，鼓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耐心待每一个人，然后不要以恶报恶，要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写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温暖，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已经很多都是落井下石，或是比较多是个人至少门前雪，所以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也要保持这样子的心智，多多去扶持软弱的人，然后不要以恶报恶，然后彼此关心，然后也要同理别人，为了别人的好处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对，然后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压制圣灵的工作，不要去轻视信息的讲道。然后我们要去查验每一件事情，因为像比如说在跟青年们接触的时候，因为现在有时候会带到一些年纪比较小的青年，那青年就会说，你的观念很老，就是圣经的观念很老，那现在的观念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就会跟他说，人性不是都是在追求美善的吗？那如果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些美善的道理，难道你不去追求吗？你还要去追求在这个世界上的尔虞我诈，或是一些技巧去算计人，或是去用一些技巧去和人接触，却不去追求一颗纯洁的心，或是去追求最纯粹的关心跟爱。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出现就是跟我们在教会的观念，或是我们的在从圣经里面的观念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仔细去查验。那重点就是要持守那美善，弃绝一切邪恶的事情。那最后保罗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要随时警醒，随时都要用他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每一天。那学到我们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所以当我们行走他的道的时候，或是我们遵守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一定会很愿意成全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我这次所选的经文就是第15节，要谨慎，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上帝的话当中，而且去爱护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并且同理他人的难处，为别人的好处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神觉出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随时谨守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提醒那些懒惰的人，还有鼓励灰心的人，然后我们要常常彼此关心，然后为别人的好处着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凡事感恩，而且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保持纯洁，让我们预备主所在的日子可以向你交代。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